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肉燥飯。香港嘅警匪片多不勝數，但係近年最具代表性之一莫過於陳木勝生前最後執導嘅電影《怒火重案》。電影由甄子丹同埋謝霆鋒主演，劇情唔單止緊張，而且場面火爆。男主角張崇邦係重案組督察，佢為人忠直，多年嚟佢喺前線衝鋒陷陣，屢破大案，從來都唔會向權貴靠攏，亦都唔會阿諛奉承。案發當晚，張崇邦本來要參與一個龐大嘅緝毒行動，呢個行動佢已經部署咗多年，但係因為早前張崇邦因為得罪咗警隊高層而被報復，禁止咗佢參與當日嘅圍捕行動，改為由佢嘅好拍檔代替佢當日嘅行動。估唔到毒販已經喺交易之前被一班無面悍匪入侵，並且全部都被殺死。警察迅速加入亂戰，但係無面悍匪非常之厲害，好快就殺死晒全部警員。最後張崇邦嘅好拍檔亦都被嗰班無面悍匪從高處拋落嚟致死。張崇邦幾經波折，終於打聽到行動地點。當佢趕到現場嘅時候，發現一切已經太遲啦，所有警員已經全部殉職，而無面悍匪一早攞走所有毒品離開，並且將毒品交咗俾一個叫猛鬼嘅黑社會大佬。張崇邦見到所有同事身亡，非常之嬲，誓要揾到兇手。佢深入追查，發現毒品去咗猛鬼嘅手上。張崇邦威逼猛鬼講出無面悍匪嘅真實身份，但係猛鬼冇講。佢哋發生咗一場激烈嘅打鬥，最後猛鬼喺逃跑期間俾人揸車撞死。幾日之後，案件有新線索，水警喺柴灣碼頭發現一具女屍，女屍身上有一隻名貴手錶。警方根據呢隻手錶嘅編號，查到呢隻手錶就係毒販死亡當日戴嘅，而死者生前最後接觸嘅人係一個花名叫公子嘅人，公子就係當日無面悍匪其中一人。殺警當晚，公子離開嘅時候，因為貪心帶走咗被殺嘅毒販嘅手錶。其後佢又將手錶送咗俾一個佢中意嘅妓女，但係最後因為妓女侮辱佢而俾佢殺死。直到屍體被發現，手錶同時再度曝光，就係因為咁樣，公子就俾張崇邦鎖定為殺警嘅無面悍匪。張崇邦識得公子，公子曾經做過警察，係張崇邦嘅前同事。4年前同警員邱江傲班人因為過失殺人而被判入獄。半年前刑滿釋放，張崇邦因為咁樣知道無面悍匪就係昔日嘅同事，而佢哋嘅大佬就係前警隊嘅明日之星邱江傲。邱江傲曾經係警隊嘅明日之星，年紀輕輕就係高級督察，同張崇邦曾經係好好嘅同事。嗰一年佢就快結婚，但係發生咗一件改變佢一生嘅事，一名富商俾人綁架，上司委派張崇邦同埋邱江傲去救富商。為咗盡快救出富商，上司施壓邱江傲同埋佢嘅下屬要以非常手段拷問綁匪，揾出綁匪收埋富商嘅位置，仲強調發生咩事都好都會保住佢哋。邱江傲班人為咗威脅綁匪講出藏身地點，將佢圍毆致死。張崇邦其後趕到現場，喝停咗佢哋，但係呢個時候綁匪已經氣絕身亡。事後邱江傲同埋佢嘅下屬被告上法庭，上司置身事外，唔肯承認曾經叫佢哋濫用私刑，而張崇邦就承認親眼目擊邱江傲同埋佢嘅下屬將綁匪毆打致死。邱江傲班人最後被判入獄，出獄之後佢哋密謀報復警隊。翻返去現實，邱江傲班人約咗軍火商見面，打算邀請軍火商合謀打劫銀行，但係因為公子已經被警察鎖定，並且追蹤到佢哋嘅行動，最後連累邱江傲同黨阿華被警察拘捕。邱江傲打算救翻阿華，就殺咗公子，轉移警方視線。邱江傲殺咗公子之後，嚟到警局以公子失蹤為由報案挑釁張崇邦。同一時間，警方發現公子嘅屍體，現場發現一封遺書，佢將所有事都孭上身。好嬲嘅張崇邦大鬧邱江傲冇人性，殺咗咁多無辜嘅人。原來邱江傲心存怨恨，一直認為張崇邦當初唔肯喺法庭上面幫佢哋講好說話，而令到佢哋入獄，所以佢先報私仇殺咗咁多警察。突然間喺報案室嘅張崇邦收到伙計緊急通知，佢嘅老婆被身上有炸彈嘅綁匪綁架。張崇邦即刻趕到現場，原來綁匪就係當年話會保住邱江傲班人，但係最後改口嘅前上司。邱江傲喺佢條頸綁上炸彈，威脅佢要向張崇邦講出當年嘅真相，係佢想拆有錢人對鞋，先會命令邱江傲班人採取任何手段揾出富商。由於炸彈設計相當複雜，有個探測器連住綁匪嘅脈搏，要阻止炸彈唔爆嘅話，只有殺咗佢，等佢嘅脈搏停頓。喺時間緊迫之下，飛虎隊想逼近綁匪，但係張崇邦向飛虎隊開槍，示意唔好逼近。最後狙擊手都係射殺咗綁匪，炸彈停咗落嚟。但係邱江傲搖佢重啟炸彈，令到炸彈喺幾秒鐘之後迅速爆炸。張崇邦喺緊急關頭救出咗老婆。事後張崇邦因為擅自向飛虎隊開槍而要接受聆訊。
警務處處長以身體不適為由，順延聆訊到第二日，強調喺依24小時之內，張崇邦仲係一名警察。事實上係暗示俾張崇邦去捉邱江傲班人。邱江傲打算同軍火商一齊合作打劫銀行。但係軍火商大佬因為邱江傲班人正喺度被警察通緝而反口，打算揾其他人代替邱江傲班人。邱江傲一怒之下殺死軍火商大佬同埋佢嘅手下，並且搶走咗佢哋嘅軍火。張崇邦經調查發現，邱江傲班人嘅目標就係當年被綁架嘅富商，打算打劫富商嘅銀行。佢連同手下即刻趕到銀行。邱江傲因為當年救富商而導致自己坐監，心存不忿，將富商槍殺。張崇邦離遲咗一步，已經見到邱江傲班人已經喺銀行揸車離開。佢哋嚟咗一場激烈嘅追逐戰，喺人來人往嘅大路上面駁火。邱江傲班人被警察重重包圍，最後佢哋一個一個倒下，全部死晒，只剩低邱江傲。佢逃離到一間教堂，同張崇邦一較高下，兩人打到你死我活。邱江傲最後被警方重重包圍，但唔願意投降而選擇喺高處墮下，被利器擊中心臟死亡。電影就此結束。